Bang! Right to centre. Quick punch!各位來賓請就座。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rise for the inspecting officers. Gentlemen, slogan. Stand out. Gentlemen, slogan. Stand out. 各位來賓請就座。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Gentlemen, slogan. Stand out.
曾志偉係啊，曾志偉你哋好多人冇見過曾志偉喎。
Jason! Gamer! Just!各位來賓請起立。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upstand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Station! 現在恭請香港少年領袖團馬可賓中隊創隊指揮官莫文義上尉及現任指揮官鄭佩欣少校致辭。The inspecting officers, Captain Mok Man Yi and Major Chang Hui Yan, will now address the parade. Captain Mok and Major Chang, please.張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可敬嘅家長，午安！本人係莫文義，係香港少年領袖團馬可賓中隊導師之一。歡迎大家嚟到今日呢個告別儀式。秉承住馬可賓紀念中學由陳校長到張校長以至由 Miss Lam 林老師、林月蓮老師帶領之下呢，本隊由1998學年到現在呢，行走咗一段不長不短嘅旅程，係有賴大家支持嘅。作為呢27年嘅總結，今日嘅對話會分為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本人會代表本隊好概括咁樣多謝各位朋友多年嚟不斷嘅支持。首先當然係香港少年領袖團啦，由鄭建滿少校開始。B 中隊團總部各位。特別係幾位以前嘅 CSM 幫忙建立馬可賓中隊嘅雛形，當中呢，仲有其他各隊嘅友好導師，俾咗好多特別經歷同埋歷奇呢咁多嘅隊員啊，不勝枚舉。再者就係校內各單位啦，由最前線嘅工友好似傳叔、二姐等等啦，辦公室同事啦，我哋嘅同事或者 Miss Lam 啦，同幾位歷任嘅校長。仲有咧就係多謝幾位咁多位家長一路嘅信任同埋支持。活動之前嘅督促鼓勵，活動之後嘅情緒價值，3年嘅訓練咧，你哋就係3年嘅後勤加啦啦隊。訓練唔易，叫仔女去訓練更加唔容易。而今日有咁好嘅音樂，令我好感動。係有拔萃男書院風笛及鼓隊嘅朋友幫忙。最後咧。對我嚟講係最重要嘅就係馬可賓中隊嘅導師校友，咁多位，讓我只可以用一句多謝嚟表達謝意。咁多嘅隊員，頭先我提過咁多位咧，
因為喺隊務嘅運作上面幫咗馬可賓隊好多。佢哋咧都係義務無償咁樣喺平日或者假日嘅訓練咧付出咗好多。你越唔識佢哋嘅幫忙咧就越純粹。所以咧咁多年本隊先可以有咁順利嘅運作同埋訓練。今日三言兩語咧斷講唔到同埋多年嘅種種啊。所以咧，我諗我哋第一樣要學識嘅咧就係感恩同埋多謝。請大家當我鼓掌。以後希望我哋都能夠將呢份熱情散播開去，幫助其他人，此為首要。第二部分，本人想用今次僅有嘅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一下馬可賓中隊嘅意識形態啊。當中咧可能有啲跳脱嘅，大家見諒。作為青年人嘅制服團隊，有機會咧都會俾個隊員咧有唔同嘅體驗嘅。或者我哋今日試下一個特別嘅開始咧，等大家感受下。我哋用離別完結呢個題目咧做開始，就咁嘅。隊員們，今日咧正好今日係一下離別啦。雖然咧本人唔係好有智慧講呢個題目，希望講完之後咧大家都思考一下。離別咧係一個機緣嘅結束啦，有時都會開心嘅，好似畢業典禮大家各奔前程啦。別離好多時都係無奈同埋唔捨得嘅。我咧唔夠足夠嘅智慧咧，令到大家唔開心嘅時候咧可以釋懷。但係都想講一句，等大家平衡翻少少，就係咧，當你越唔捨得嘅時候咧，越空虛嘅時候咧，其實代表咗你同掛住嘅人事地有着深刻嘅交流。有好好嘅經歷咧，先會唔捨得嘅。唔捨得會唔開心啦。係因為之前經歷咧好開心，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慶幸自己有好嘅經歷。相對於平平無奇、開心嘅經歷嘅代價就係會唔捨得啦。所以咧捨得都係福氣嚟嘅，請大家記住。咁大家有咩最唔捨得嘅咧？各位隊員，你有咩會記掛住嘅咧？係咪香港郊外嘅景色咧？日出、日落、星空、落雨、山頂、爛路、海岸、冬天，還是會記掛住自己柴娃娃唔知做緊乜嘢，忽然一轉做到自己帶住一班人仔周圍走咧？會記掛住一班隊員打打鬧鬧俾人鬧，到好多年之後咧，你可以隨手講翻自己點計嗰班朋友，甚至乎會記掛住某次行山露營、做柴好辛苦、好掙扎嘅經歷，會唔會過幾年就變咗甜美嘅回憶咧？會唔會做埋成長嘅好樣料咧？如果喺度有好嘅回憶，人生有啲轉化，或者識到朋友，覺得嚟馬可賓隊呢件事都有啲意思嘅話咧，本人深感欣慰。當中如果有咩唔開心咧，本人僅此致歉，會見得唔經唔止嘅。仲有乜嘢馬可賓中隊嘅經歷會令你有變化咧？例如會唔會係你同侍應者嘅互動，會令到你對領袖嘅思考同心態有所啟發咧？你做柴事嘅迷惘，會唔會令你認清楚同接受到自己同埋人哋年青嘅時候成長嘅初形，總會係咁樣，同埋會接受到見到現實各方面嘅限制，心態上又點解決咧？而大家見到馬可賓隊全力投入嘅時候，或者遊戲起立嘅時候，會唔會猜想到有咩原因令到呢一隊好似今日咁樣有啲還可以嘅表現咧？本人心心念念，千言萬語都只係可以用一啲開放性嘅問題歸納。既然各位今日光臨貴隊嘅告別儀式咧，上邊都有所感受嘅，請大家指教分享。各位隊員，如果你哋不斷思考，請你哋將你哋嘅答案用喺你未來嘅人生上邊。我諗咧，呢個就係本隊存在嘅目的啦。大家都知道，制服隊伍咧係一個令人成長嘅過程嚟嘅。
同年青人一齊嘅好處就係可以見到大家嘅進化，由初中嗰幾年啦，升學、就業、做生意、成家、生仔，做專業人士、醫護人員、運動員，做學術、宗教界嘅人士，喺制服隊伍工作。巧合地咧，我哋真係有人咧成為正式嘅軍人喎。以上咧等等都係好正嘅事嚟嘅。正面嘅成長固然令人欣喜啦，而內心成長轉化方面咧，希望有咗領袖團呢啲經歷，大家對住人生嘅難關嘅時候咧，都可以接受軟弱，包容軟弱，包容人哋，包容自己。所以如果要形容馬軍隊嘅表現咧，從來都唔係用威或者係勁去形容嘅，因為我哋唔係想達至咁嘅效果。係點樣咧？係咩咧？本人詞我揾唔到一個好好嘅形容詞啊！我試下用一個古怪嘅字句去形容我心目中理想中嘅馬軍隊。馬軍隊希望係一隊習慣應付人生混沌嘅團體，包括世事同埋人心。應付日常嘅混沌係咪好厲害咧？係啊，所以我哋冇咩值得自負。而馬軍隊係一個領袖團體。我哋一齊應付、思考、計劃、分工、執行、回饋，混沌永遠都存在嘅，習慣咗就冇咁大問題嘅啦。好啦，到尾聲啦。本來咧，我係想用呢句咧作為總結嘅，就係、同行多年，本人深感光榮，係真嘅，我真係深感光榮嘅。不過咧，呢個光榮嘅真正嘅源頭咧，係由烈井帶領，各位同事、各位校外導師、校友導師，例如小馬 Sir 啦，各位 Cadet NCO， 即係你哋啊嚇，咁多屆啊嚇，等等一齊努力付出嘅，無論喺訓練或者訓外嘅人生旅程，佢哋都用同啲仔女咧同喜同悲。幫仔女解憂，用佢哋最寶貴嘅生命時間，以達至咧呢20幾年而家馬軍隊嘅成功。請大家代我鼓掌。同行多年，漫步香港嘅山野，我有好多開心嘅回憶同埋成長。大家嘅青春能量咧，亦都幫我保持住我青春嘅樣貌同埋心智。20幾年咧。話短唔短，可幸嘅話咧，係呢個旅程樂多於苦，成長多於原地踏步。青少年團體好多時都係人生一個階段啦，一個階段代表都有佢嘅完結，離別在即，幸好情誼仍在。請大家保持聯絡，互相支持。樂 Sir 有記性，好有變化。有時見到我，請你多啲介紹下自己啦。本人好希望同大家一路前行。多謝各位。大家好啊，我係馬軍中隊嘅指揮官鄭佩欣主教。樂 Sir 已經講咗好多咧，我心裏嘅説話，我唔重複啦。我只係想分享我少少嘅經歷啦。我畢業之後咧，第一份工作就係馬軍中學嘅工作。咁入嚟咧就已經被安排入咗去少年集團。咁所以咧一帶就帶咗20幾年嘅團隊。好多謝咧喺個過程當中咧，有好多前輩嘅分享同教導。當中嘅甜酸苦辣，只有自己同埋同你一齊經歷嘅同伴先至會最清楚、最明白。我喺當中可能其實並唔係服侍人，其實我自己係一個得益者。我能夠喺當中咧去成長。今天我要感謝每一位導師同埋家長咧，去默默為我付出，亦都感謝我同伴同我甘苦與共。都感謝自己願意踏出呢一步，接受挑戰，堅持到底。各位同學，你哋都一樣，希望你都會感恩，
在座各位，我希望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定下10年之約。由今天起，你哋要成為世界嘅精兵，為自己、為家人、為社會繼續努力，做世上嘅鹽，做世上嘅光。仲有記得馬可斌中學呢一個家，得閒記得翻嚟去探望我哋時刻都會係你最大嘅後盾。多謝各位。多謝莫文儀上尉及鄭佩欣少校。Thank you, Captain Mok and Major Chan.
位來賓。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請各位就座。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be seated. 香港少年領袖團馬可斌。